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9月初1。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23节到26节、45节。出埃及记第3章16节到22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7节到1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黑暗的灭无。黑暗的也是讲咱咧讲算黑的啦，会通讲这个人是咧家己算火啊讲俗语咧讲算火着家己烧家己啦算黑的手段的人家己找死伫昨的经文中间，咱讲到基督徒应该甲上帝的光来同行，所以咱咧讲无伫光明中间的人，就是伫黑暗中的人，就是家己自找死路。这是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基督徒只有伫迄个光明中来活。什么是黑暗者？照着昨每日读经的经文，以弗所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保罗的话安尼讲：既然你是上帝所疼的囝儿，就爱学伊，言行举止爱有疼心，亲像基督疼咱，为着咱牺牲家己的性命，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帝。既然恁是上帝的子民，一切的淫乱、污秽，也是贪婪的事，伫恁的中间连讲的也都毋通，嘛毋通讲声淫、粗俗，也是下流的话，反倒转着讲感谢的话，着确实知淫乱、污秽、贪婪的人，贪婪是一种拜偶像。基督甲上帝的国绝对无因的份，毋通互人用空洞的话来甲恁迷去。上帝会受气，会为着这个代志临到遐会悖逆的人。保罗伫互以弗所教会批信，拢讲到这个黑暗的生活。所以伫即种环境中间的人，就无法度行伫上帝的道路。出埃及记第3章16节到22节，上帝吩咐摩西去找以色列人的长老来宣告伊的旨意。圣经记载讲，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甲因讲：上帝，恁列祖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对我显现，讲我实在眷顾恁。恁伫埃及拄着的事，我拢得关心。我一定叫恁脱离伫埃及受的艰苦，带恁去到伫迦南、赫、阿摩利、比利洗、希米、甲亚布斯遐会族徛起的所在。就是老年甲彼的地，以色列会听你的话。你甲因的长老就去见埃及王，甲伊讲：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有对阮显现，但请准阮行3日的路程，去旷野对上帝阮的上帝来献祭。我知若无用强烈的手段，埃及王袂互恁离开。我要出手，行奇事攻击埃及，安尼伊才会放恁离开。我要互埃及人好款待这个人民，袂互因空手离开。恁逐个妇人人要对厝边以及架骹伫遐的妇人人来讨金器、银器，甲衣服，通互恁的后生查某囝用。安尼恁就甲埃及人的财物抢来啊！
上帝已经备办要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黑暗的过去来行出来，会通甲上帝同行来进入伫旷野光明的路。但是咱拢知影，某一寡以色列人却宁可活伫过去，拒绝来往前。因甚至讲以前有偌好啦，有肉食甲饱啦。若是以色列人固执继续安尼，就真有可能伫旷野着死无葬身之地啊！保罗写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批信的中间，提到着这黑暗的势力，就是神秘不法的势力，是迄个不法者。这个力量总是会去互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来消灭。保罗安尼讲，因为迄个神秘不法势力已经在运作。不过，着听候到伫牵制伊的势力来闪开，迄时才会发生。迄时不法者出现，主耶稣会用伊的喙吐出来的气，甲伊杀死；用伊来临的时显现的阳光，甲伊消灭。不法者来临的时，会用撒旦逐款的权能，行假神者甲技术，佮对灭亡的人行逐款邪恶的骗术，因为因拒绝去爱会互因得到救的真理。为了安尼，上帝互因产生强烈的错觉，去相信虚假，直到一切毋信真理、意爱不义的人拢受定罪。这正是新约圣经伫福音书中间所记载，耶稣基督时常讲，伊讲我是世界的光。伫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耶稣讲我是世界的光，对假的人袂伫黑暗中来生活，反倒有活命的光。耶稣基督的话非常明白，来指出黑暗的人会落下场啊！因为伊的光就是要赏赐互世间人的性命，伊要爱世间人来跟对伊的光，就绝对袂搁伫迄个黑暗内底行。也是讲，一个黑暗的人就无伫耶稣基督的光内底。基督的光为着的目的，就是要来赶这个黑暗。约翰福音12章35节到36节，佮讲，耶稣对因讲，光要话伫恁中间一时仔久，恁着趁有光的时继续来行，才袂互黑暗来遮看。伫黑暗底行的人，袂知会行去倒位，着爱趁有光的时，恁着信光，互恁通成做光明的人。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23节到26节，佮45节。恁着感谢上主，就叫伊的名伫万民的中间保养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着夸耀伊的圣名，愿找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着倚靠上主甲伊的权能，不时找求见伊的面。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代，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恁着少念伊奇妙的作为，少念伊的神迹，甲伊所讲判断的话。以色列嘛来到伫埃及，雅各出外伫含的地。
上主互伊的子民生摊真济，互因比对立较强。伊改换对立的心，互因怨恨伊的子民，用诡计的计谋对待伊的仆人。伊找伊的仆人摩西，甲伊所敬的亚伦。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求主帮助阮脱离迄个黑暗的生活，包括过去无光明作为，甲遐的淫乱、误会、贪婪的事，互阮会通来离开这的事，来亲近主你的光明，成做一个活的基督徒。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